次嘅培訓工作坊咧，俾我感觸最大嘅就係易操作，係啦。咁仲有就係老師嘅一個PowerPoint 入邊係有一啲好明確嘅指示步序，係啦，因為咧 AI 對於我之前未上堂之前咧，我個心入邊咧，我一直諗，其實呢一樣嘢係我唔夠膽入去嘅其中一個最主要原因，係因為我覺得佢好難操作，咁而且係因為我可能我日常嘅教學入邊，我唔知道點樣去使用佢。咁老師嘅題目咧，其實第一樣嘢就係我哋今日好多同事都話㗎啦，佢教嘅一啲嘅軟件，我哋之前可能我哋都冇接觸過嘅。咁今日至少就係我哋個人嘅版面，我都睇到我哋嘅同事都係有實質去操作咗，甚至攞咗自己一啲本來嘅教學嘅模式出嚟做一個 demo 版。咁我自己最開心嘅呢，我自己都會覺得係我哋呢班同事都能夠投入係。咁我覺得喺呢個課程裏面，其中有啲得着，其中一樣嘢就係提醒翻就係話，我作為一個教育者，其實有時就好似演講咁樣，即係點樣令到吸引啲同事去聽呢？咁兩位導師其實就好清楚咁樣展示咗出嚟嘅。咁另外就話喺教學嘅過程咧，其中就係無論教啲咩內容咧，都會有好多嘅實作嘅例子。但係今日聽完之後咧，我覺得加埋呢個AI 嘅 PPT， 應該就真係遠遠拋離其他嘅 PPT， 所以我應該就會去入坑去用呢個嘅加碼嘅。咁宗教嘅，我今日學咗好多唔同嘅 AI 嘅知識啦，幫我上堂係好有幫助嘅，因為我教體育咧，有時要成日去準備一啲教案啊，或者一啲分析嘅時候咧，今次 AI 可以幫我咧好仔細分析到每一個動作，去俾學生去上每一堂嘅。可能有啲因為我體育好中意將啲動作係拆開嚟上嘅，咁咧我可以拆開咗幾堂去做咯。即係原來呢一堂我係只要做呢個目標就得啦，下一堂做另一個目標。透過幾堂之後咧，你會知道原來佢能夠從每一個步驟、每一個步驟嘅時候，就會學識到我要學嘅動作咯。所以我覺得今次係好好啊，即係可以俾我能夠好有系統咁去上每一堂課咯。我覺得係。印象好深刻嘅就係我哋個同事啦，我覺得佢哋對呢個新嘅一啲嘅知識嘅熱情啦，今日見到佢哋真係好大熱情投身呢個工作坊入邊，係啦，咁我覺得我作為一個上司，同佢哋都要好好溝通。